灵母甲囡仔零知识案件引起讨论，立法院跨党派立委就成立一个联名，号做亲子放送头，希望甲囡仔的心声送入去国会。民进党的立委张雅玲做会长，这张雅玲是无语家庭的妈妈，伊讲嘛要为囡仔打造无语环境。 囡仔人权受关注，拜五下党派立委也成立亲子大社工联名，除了帮儿童青少年的声音通入国会，也讲会监督行政部门落实儿童权利公约。母语家庭立委张雅玲就讲，即马当咧参文化部讨论增加囡仔台语节目的品质，建立母语环境。爱有较侪台语顾问，爱做这个培训。无恁即马有一寡节目嘛，因为卡通啊、动漫啊，阮来东需要做一台语版本，台语的这个版本吼，所以你爱有做一个台语顾问，你才有法度创造出更较侪适合阮囡仔来看。母语团体台语一路认为，除了爱以台语顾问提升节目的品质，也爱有专业顾问提升大环境的母语保存意识。亲像过去文化部举办的台语 flow 生活节活动，就出现表演者讲华语的状况，这就是台语意识不够低俗的问题。就是一寡表演活动，吼，还是讲实体的活动，若是能力爱有顾问，可能佫需要台语意识的顾问。你若是面对下骹的观众，因发现讲哦，敢若囡仔听无台语哦，因就会规个转去华语去，吼，因无迄个足强的动机。因认为，若通加强台语专业顾问指导，互表演者伫面对观众，拢以华语沟通的状况，通有方法来面对，坚定讲台语，就通落实文化活动，互囡仔进步母语的目标。记者郭文成准由台北报道。